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近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CDG 107東莞維也納國際酒店2天團。呢條線路我哋首先會喺9點半福田口岸集合，10點半深圳灣口岸出發。夜晚我哋會帶大家入住喺東莞維也納國際酒店，特別安排 KTV 免費封唱，仲安排麻雀免費暢玩，選擇比較多。夜晚我哋喺酒店食酒店嘅自助晚餐。喺行程嘅尾聲，帶大家去埋中山路騎樓街。中山路騎樓街係網紅打卡點，我哋跟隨明星嘅步伐打卡各式金鋪嘅舊址。無論係酒店嘅自助晚餐以及爆質貴飛機，都係值得大家選擇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